讲到演唱会黄牛票真严重，一位歌手呢，伊逢检举的，伫台北市就接到3000件，估计案的财罚金额有可能来到264万。而且检方也了解一个演唱会票贩啊，而且是头一届伫咧侦查的过程当中，甲这黄牛票交互这主办单位用原价搁再卖出去。 周杰伦的歌舞点到全场，伊要搁办演唱会，当初门票就开始卖，马上售了。毋过检方抓到黄牛，第一摆伫专案定价进前，将靠案的门票交由主办单位，佮用原本的价钱对外卖出去。首采侦查中变价之方式，在相关演唱会截止之前，嘱托主办单位释出，并依原价再次对外贩售。 事件开第一场伫侦查阶段，变价黄牛票除了不必互被告有不法利益，佮讲爱兼顾外卖合法买票权益，票权所得交由国库保管。被掠现区的黄牛涉嫌用抢票定息售票，每张拢用9万块，估计佮转卖来趁钱。非法抢的票即马被释出，周杰伦3张，张惠妹2张，加上其他韩团等，总共10多张，所后卖将各有希望。 卖票平台发广告表示无方便透露门票的日期甲场所，佮讲到一切拢经照检方指示办理了。因讲是释出的票，竟然早就卖去啊！案子办完了，可是这演唱会日期可能也过了，但过了之后，我们国库也就只能就把这个票给它扣下来，好当个纪念或是销毁。别的票不见得就能够那么快就变卖掉的话，承办检察官可能就觉得那就不需要这样嘛，反正也卖不掉，那我干嘛还要那么麻烦？ 有律师分析，单门票司机价值不如检方变价黄牛票，反倒在替国库增加收入。为法律面来看，其实也会知，拢写伫刑诉法定规定内底。毋过以后若扣到黄牛票，是毋是拢比较办理？检方敢若表示，照个案来认定。能够透过公平的方式去取得演唱会票券，我们当然希望尽量有这样的可能啊。从文化部移来的周杰伦大巨蛋演唱会的检举案，已经超过了3000件。 真济当中级别歌手要开演唱会，国内黄牛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毋过新发上路年外台北市在罚黄牛，目前只有27件，业者罚金将近200万。市府也推出诱因，鼓励业者用实名制换取场地优惠等，就看是毋是用打击这乱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